你就是逼走阮查某囝的人，看你是要家己对头仔门跳落，还是要互我的人来动手？我唔管你是什么日本来乌道老大，我不准你伤害玉芬。这件代志根本甲伊无关系。哼！恁某偷客兄，你还搁咧暗号，靠查某人的尊严的！是非黑白爱母好清楚。伊都头路，逼阮某登去伊身躯边，我无故意妨害家庭，就已经真吞忍啦。我后生所讲的，拢是真实的。我承认，我少年时阵确实是实在遇到他了。不过，阮的感情早就已经结束啊。我嘛要向伊表明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人放囝，倒转去伊的身躯边。也毋过，伊就是唔肯放我煞。请你好好管教你的囝婿，叫唔通再来妨害我的家庭。若无，我会拼死保护这个家。我绝对不将我任何人抓走我的牵手。我甲已经出面啊，一定要有人负责任。既然你若这么有决心，你会使替你某死。爷妈，你去。你若敢动手，绝对不会再躲过台湾法律的制裁。有担当的查甫人，我相信，新丰组不是欺负人的帮派。我会带我的查某囝优子，甲我的查某孙仔倒转去日本。这样代志我袂阁插，爷妈。是啊。无代志，是袂到讲要怪爸爸这样的名利，我拄则叫死，伊真正会杀你妈妈。阿三，即摆佑可的老爸，无爱讲这件代志啊，佑可嘛要转去日本啊。我惊若安尼，伊都塌了，更加无顾虑。伊会不着手段，逼我转去伊的身躯边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放心，除非我死，我绝对不容阮伊到头路来强迫你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迄个伊豆塔路根本就是一个浪漫。你若是要甲迄款人搏性命，安尼就伤过无价值啦。是啦，总裁、副总裁、小姐，咱台湾是一个讲法律的所在，咱唔应该遐路漫拼性命。啊，毋过惊就是惊伊豆塔路真紧就用合法手段对阮咱国宝一段。系啊，万一迄个伊豆塔路依照合约内底特别条款抽的资金，要逼妈妈转去伊的身躯边，安尼咱是要安怎？以咱集团即卖状况，嘛已经无法度负担咱嘞。放心啦，咱大家唔通做人卡步。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。但果不其然，甲伊到头路的战争就拄要开始，谁输谁赢也唔知影咧。你的林天心，真正是一只九命怪鸟。我连续杀害两个，拢甲害无死。这拢是爱怪要靠迄个查某啦，都已经互林天星甲放杀，还阁替伊去求情，
我实在是想袂通的。但要讲，只是一个单纯的查某，阿妈在风尘中走跳过，哪有可能会知影世间所有的查某人都是风流无情？查某人若是痴情，最后只会害死家己人。 看来，即摆已经无人会当应付林天星啊！我唔啦，爱惊林天星甲资金抽倒转去，舞刀搁补一套。我会惊革命前迄个小，唔知什么时阵会变面，走去天星讲我害伊变。是，即摆真正是进无步，退无路。有啊啦。 咱查某人最后目的就是找一个有钱有势会当瓦靠查某人。既然云天生即摆会当掌控台湾乌白两道，伊过去计会有感情，安尼总袂输缀咧金万山的身躯边。啊，若是革命前迄个时啦，伊着用钱先甲安搭，等下找到伊的弱点，再做一个解决，你看安怎？ 我惊我若是安尼做，后摆阮金华甲金苗拢袂用我即个妈妈。你安尼我都唔知要讲啥。讲来讲去，查某人上吃亏啦，总是放袂落，怀胎10个月会亲骨照，无像查某人，四个放箭更唔真实。 原本是要利用新丰组解决车少，谁知影伊不但无死，而且阁有可能趁这个机会抽走资金，舞蹈恐怖集团。咱浪费这么多时间，最后竟然啥物拢无得到。我上唔甘的就是袂当完成体客票，夺回球队的愿望，尤其是袂当保护金万山。 喂，心爱，你伫咧想啥？搁想饭子用？无钱的爱情是会当准饭食的心。江敏静，我已经真全力在配合你啊！你家己计划失败，你凭什么气出在我身上啊？你若是甲金万山开去哦，甲这个婚去甲倒向伊度头路一边。 互伊两个阿某冤甲无法度收煞，新丰组绝对会出手，假是伊度头路甲周玉君，因全部拢死了了，规个天下就是我的啊啦！要笑哪个做伙来笑啊？你自头到尾一直在利用我，无顾我的感受，叫我甲金万山困，这样话你也讲得出来啊？ 讲一遍有客袂听，讲啊，讲啊！心爱，是我想匆忙啦，讲话你拢无考虑，你莫囥伫咧心肝头。若毋是为了客的心愿，我嘛不忍心，互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啊。是的啦，我甲你讲，后边。 你若搁后白讲话，我就袂搁插你啊！你放心啦，袂搁有后边啦，吼。心爱，你拍嘛拍，骂嘛骂啊，我嘛已经来赔罪啊。敢讲爱我甲你跪落来，你才要原谅我？免，我心担袂起啊！拄着一点仔挫折，你就心担袂起。 日后你是要安怎甲人争大位啊？搁再讲，咱还毋是完全拢无希望啊？咱毋是完全拢无希望，什么意思？你敢无注意到？
金万山伊才留互你。伊既然敢遮尔大声，无顾一切，甲伊都写种硬拼，好亲像是已经想好啥物退路啊。你为金万山遐听到啥物风声？伊都写种毋是普通的角色，啊，毋过你会知影，金万山嘛毋是软脚戏，所以无到最后，像输像赢，你阁毋知影。咱即马只有先徛关山看马相谈，看输败输，等候机会啊。我一定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，我一定的同阮在一起。中义啊，我罗桑，我想要四个行起来。嗨，谢啊，开车对了后壁。是。小子，我罗桑，你安怎么？我无紧。除了乌子上路暗杀人以外，我实在想袂出来，阁有啥物人较好打，敢对阮乌道上下手？谢少长，我嘛同意少爷的看法。你拢有。我问这个人，一向作风是讲话算话，温婉分明，这件代志甲伊无关系。谢少长，虽然你对吴耀文的做法真清楚，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人若甲掠狂起来，有时啊会做出料想袂到的代志。不管讲今仔子无这什么人，既然伊甲做无成功，后壁伊绝对会佫派人来。谢少长，希望你家己较注意咧。下到啊，你带身躯边这个人，不三时啊，都要保护谢少长。若是有出什么问题，恁就准备自杀我看。谢少长，南北二路兄弟我拢联络过，我叫你前去查用心。若是有什么消息，我随时甲你报告。是讲江湖事江湖了，这件代志唔通惊到警方，引起无必要的困扰。我想要休困者，容易陪我落去个。系，谢长，人我都不爱交了。明仔带太家透早赶返去日本，替我向恁吴志长过一摆请罪求付，一定要问清楚，伊的心到底是安怎？系。你讲啥？有人要来说你乌道上？是啥物人要跳岛上？敢有找到凶手？凶手是无找到，不过岛上担心是吴志长派人去甲杀。是记长，我要去找记长，千万莫跳岛上。只你莫冲动，恁乌道上一世人讲的话拢做会到。伊既然已经答应咱母仔囝，特别搁派人去伤害恁乌道上才对。而且我伫组织内底嘛无听到啥物风声。那安尼会是啥物人？你讲，伊敢讲一点仔煞煞拢无？
若是有，我就毋免专工转来日本见你甲卡正啦。太太有事，恁老倒送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叫你转告？我倒上担心乌志上因为卡上的代志，毋肯放伊线，所以倒上希望卡正你会当出面排解这件代志。若是无，恐惊会有一场大家拢无愿意看到的车拼。卡萨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太太有事，你紧去通知恁老倒送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出面来处理。嗨。机长，机长，我倒送。机长，倒送互人暗杀，是你的命令，你应该受信用，唔通偷我倒送啊！你连市长人家的信用袂高是？恁拄则咧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我若想要杀恁，早恁就无命，唔免等到即马。机长，头大有事，甲神风组已经无关系啊！你若阁假假见面，我倒送，我毋是故意要违背你的命令，啊，毋过家己的囝要见老母，安尼敢有毋对？而且你嘛是自细汉看太太有是大汉的，敢讲你对伊一点亲情拢无？既然稳断义绝，唔免阁讲遐多，照办规行。机长，若迄阵毋对代志，伊拢会原谅我，是安怎有恁讲就无共款？伊嘛是你的孙啊，机长。爷妈，甲赶出去！妈的！以后你若阁敢踏入神风组的大门哦，起来！起来！卡萨，机长。沈组长，小子，咱这里开，我听门一开，你要冲入去。放学，小子。快点来！快点来！我你敢！我特别甲恁交代，咱酒店的四周围爱甲我顾好。绝对袂有任何差错。是。我多少？有去啊？
上大，阮学道上哪会受伤呢？少爷，中义，探听的消息结果如何？我只上伊亲嘴讲，毋是伊下令要甲你刣。伊会安尼讲，绝对毋是伊啊！谢少煞，下到一摆在死去真冤咯。我绝对要连到南宝二路兄弟啊，将这凶手找出来，恁爸绝对头壳要开花。迄老外口一定要查出木下的主使者到底是谁。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你一打电话给我就赶过来了。这有200万是要给你的。即摆外口雨声真大，我讲安尼啦，你暂时伫遮静养，等你的伤若较好了后，我才安排你出国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你好好静养，过2天我再来看你。等下。金苗，你即摆较注意哦，你马上就要投出你头一个完全比赛。喂，金公馆，啥？阮哥哥死啊！爸妈，哥哥死啊！我毋是敲落去叫你去楼下等，你现在袂换衫啦？拜托，较紧，咱搁要赶来便宜。我要金用一心情，就看你伫身躯边陪伴。哎呀！我不会啦！我跟你讲，我拄好要趁这个机会表明我的态度。我要让你知影，我甲伊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！你敢知影你即摆讲啥？金用请过来，是你反败为胜，搁会做警教大少咱的大好机会呢。应该是替你争夺国宝集团的大好机会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袂遮尔啊戆，我袂搁遮尔啊戆去牺牲我家己的幸福。我要甲金庸划清界线，以免去影响到我甲志强。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你啊！自头到尾，拢是你自作多情，
你家己单恋彭志强，恁两个人哪有啥物爱情啊？哈？人根本哦，无甲你看在眼内啊！你后袂讲啊？我会当感受到伊对我的好。阿叔，伊心肝内若无我，伊嘛会一遍搁一遍，在我受着委屈的时阵，跳出来替我讲话。你嘛较拜托个，彭志强是看金庸的面子，毋才会听你。伊是甲你当作是家己上好兄弟的未婚妻，未来所爱。金源才是甲伊互相意爱啦。若无，我甲金源早就是一对啊。迄只是暂时的，未来我是真有希望的。你毋是讲过，你真有把握会当找到金源？那安尼，我嘛真有希望会当摕到志强的爱啊！目前的计划，安尼看的是无毋对啦。也毋过哦，人算不如天算。顶一届，我嘛认为我的计划真好。新空组一定会做掉伊都塔拢。也毋过呢，哼，嘛是失算啦。心爱，咱绝对袂当放弃任何会当得到国宝集团替客被讨回公道的机会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搁逼我好不好？我实在无了解，就算我莫去金庸，我同款会当留在你的身躯边，替你看线，互你找到金源啦，是无？你莫搁相骗好无？你甲金万山的绯闻闹到遐尔大，你即马是金家迄对母仔囝的眼中钉，若毋是金庸真心，互你做靠山，你连金家的路恐惊嘛无法度行入去。心爱，你家己毋是有讲过，先甲金家的财产摕到手，替客辈甲金城堆抢倒来。将来你想要爱什么人，迄拢是你的自由啊！你若是无赶紧把握金庸醒起来的大好机会去占位，做金源的阿嫂，替我牵线，互我找到金源。到时阵叫彭志强找到金源，恁规家伙啊，定定坐工多食饭。时到你看因两个伫遐恩爱，你嫁都嫁死啊！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，一定的风云再起。是的，金庸你安尼检查遐尼久哦，还袂出来，敢无做咩病位啊？点点啦，你是惊大不够紧张呀？来，马医生，我哪有信心安怎是？马医生，讲金庸到底是安怎？是不是以后拢无法度行路啊？啊？妈，是嘞啦，我只是想要哦，互大家一个惊喜。你看我即摆真好，好无问题啊啦。你这个囡仔，还够通敌人啊！阿公拄则大家拢为你烦恼到咸要死。嗨，是讲无要紧，是嘛？人清醒啊，平安无代志就好，哈。哎呀，多谢。各位啊，这次金先生才清醒吼，伫阮医学界嘛是真大的奇迹。拄则我用电脑断层扫描，甲伊做过检查，伊的状况真好，已经会当出院啊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住，都要转来病院做复诊。唔
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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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。爸，金花，哥，记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我差一点无去后生，佮倒来我身躯边，我足欢喜，足欢喜。爸，害你为我烦恼。哥，我甲志强大家拢讲话互你听，你一定有听到对无？我搁廖准讲是我伫做面嘛，原来恁真正有甲我讲话。志强，多谢你，无放弃我这个兄弟。若是我无放弃，阮大家都无放弃，我拢希望你会当赶紧好起来，赶紧倒来甲阮做伙拍球。是的。对啊。阿鲁爸，我真正等袂赴哦，等去球场练球。对啊，我昏迷这段时间，球队一切刚好。大哥，我今日搬棍杯球金明看。哦，金明啊，你受伤哦，对球队的士气哦打击太大。啊，不过大家为着你哦，拼死拼活，无辜负着你的期望。甲这座3连败杯啊，摕到手。志强，咱我有拍你去奥运。歹势，我无摕到奥运参赛权。哥，啊你发生遐尼严重的车祸，志强哪有心情安心拍球啊？是啦，金明，你即摆好啊吼，咱全队就会当向4连霸继续今年拍拼落去。你甲志强吼，要是要拍奥运吼，4年后绝对有机会。志强啊，拢是因为我出车祸的关系，耽误着咱原本的计划，你唔通怪我。你哪安尼讲？你是为了要救我才会受伤，我感激你就袂怪，我免哪怪你。我即摆干来希望你会当早一日倒来球场，咱做伙继续完成咱的排球理想。球队是金明的性命，若是无球队，金明的终生就无意义。我实在无应该要甲球场卖掉。好佳在，这一切也会复扳回。金明，金明，金明，心爱，心爱，金明，金明，你知影无？我逐工拢在祈祷，一天会当赶紧来，总算互我等到啊！心爱，这阵啊，害你为我烦恼。你知影无？我逐工拢守在你面床头，甲你讲足侪足侪话，不过你拢无回答我，我真是足欢喜的。即摆我总算听到你的声音啊！心爱，我送有你的手指，你一定要看到。大少爷，伫你昏迷这段时间，心爱有向总裁、副总裁表示，伊讲，伊同款要嫁予你，要照顾你一世人。心爱对你的这份情，互阮大家真感动。心爱，你无放弃我，一直甲我照顾，我实在足感动。我即马就当大家的面宣布，我会向我的行动来证明，我对你的爱，一世人都袂改变。
想袂到我昏迷不醒的这段时间，古堡集团竟然发生这么多代志。想嘛料想袂到，伊都打拢，伊投资咱古堡集团，帮助咱渡过危机，竟然是有想要误导咱的事业，破坏咱的家庭。上届糊涂的人是我啦！竟然听伊的嘴，要解散球队，卖掉球场，佮家己妈妈、老爸啦，冤甲规间厝安尼乱吵吵。爸，你是去受到歹人的煽动，我跟妈妈拢袂怪你啦。万山啊，过去的代志就莫搁提起啊啦。也毋过，即马上重要的是，伊都头路，若是甲迄400几亿的资金拢抽倒转去，但是会安怎？做你放心，我已经暗中找到买主，辨别咱集团的资产，筹备资金。了去的，搁赚着有啊啦。金苗，为着你，爸爸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尽全力保掉球场佮球队。爸，你为着球场甲球队牺牲这么大，我实在足感激的。爸，那安尼球队的经费咧？当然无问题，因爱偌多，就好因偌多。多谢爸爸。哎，人哋讲家好万事兴，只要咱大家同心拍拼，古堡集团一定有法度大家真好难关。伊都谈了。小三。饭酒甲金用伫外口，讲着要紧，甲因讲无闲，赶因走。等下，我有一阵仔无看饭子用啊，而且金庸是周玉芬的囝，我想要看卖，请入。嘿。不准叫我骂名，我即马试过，卡斯，你搁敢对我骂安怎？我会互你好看。讲话较注意。你想要创啥？哎，你别来做你人济，电话我，我就惊你啦！屁屁，要不今仔你是来我厝？先出手的嘛是你，顶罗麻的应该是你哦，毋是我。伊都社长，你无说我去正派，暗砍你是糊涂的事实。我本来真尊敬你是赤友的爸爸，也毋过你设计古堡集团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我即马考劝你，最好毋通继续安尼做，要来无连我都看你袂起。二哥，你毋通叫是我欣赏你，你就会当在我面头前无大无小。你若有机会，就对我身躯边来看一下世面，你就知影外口的天有偌悬。我煞颠倒认为，你应该缀伫我的身躯边好好学习，学习什么叫做是非黑白，什么叫做天理公道，什么叫做小性情。爹嘞，我唔是想要死哦！敢对阮学道上讲话这款态度，即马就甲我下死咧，无免想要行出去。你唔该回死的人是伊啊！我即马是用来警告，任何人危害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、我的亲人，我会甲伊拼命。金良，咱下走。我一定我一定在一起，我一定的红魂在一起，我一定的红魂在一起。
是安怎要放伊走？哪会无甲解释者？我若是同意，要安怎向玉芬交代？想要到玉芬会生出这么有气魄的后生，黄志强确实是袂歹。这两个少年呢，真是难得的人才。请坐。各位，即马我以古堡集团总裁的身份，代表恁大家欢迎金庸回来讲球。大家拢知影，我差一点仔解散古堡队。所以这边正，我要慎重向大家赔罪赔失的。对即马开始，阮规家伙啊，一定会全力来支持古堡队。各位啊，即马有总裁规家伙全力甲咱支持，阁有金龙甲汤姆这两个王牌投手。加上战神带头打击火力，咱国宝队下一个目标啊，就是要完成空前美的4连霸。我是新来投手，我叫汤，请多多指教。听讲你放弃在美国拍大联盟的机会，加入阮国宝队，从即马开始，咱做伙来加油，来。各位，感谢大家今日听我举办的欢迎会，趁这个机会，请大家替我做一个见证。是吗？是吗？我之前捌甲你讲过，我会用因当性命，我对你的爱，一世人拢袂改变。是吗？我请你答应我。给我好不？等者，进一个。看起来，咱无精神。是无都向大家交代。这个见小嫂，来小心要叫阮囝。恁大家阁想要看一届无？要啊！金庸，咱家人袂见笑。是吗？你莫误会啦，咱哦要等于做下啲真啦。我即摆意思是讲哦。是讲志强啊，金元啊！妈，庆功以后你有讲过，我甲金元是上生啊，同一天出世，你嘛希望阮两个会当同情结婚。你讲的也阁有准算。啊对，我阁会记得吼，副总裁叫我做变卖人嘞。我看规日安尼啦，互这两队吼同齐结婚结结嘞，那一个双喜临门，大家讲好。受伤，我即摆通知我啦。你放心啦，我命真论的，袂遐惊死啦。啊，你小
伤了有严重无？我看卖。你来看我，我的伤已经好处啊，免看。当时替你烦恼到甘要死，你煞来甲人滚生气。哎个昏！哎呦！天线，有安怎无？我去请先吧。免啦，我著甲你讲过啊，有你这个医生伫我的身躯边就好啊啦。玉芬啊，等几下天无见面啊，我足想你的。天线，拢是我害你的啦。若无，伊岛上嘛无可能对你下这种毒手。你也认为这件代志是伊倒上做的？毋是，还阁有啥？又可惜对我走难尔。一个做老爸，疼惜家己的查某囝，替家己的查某囝报仇，这嘛是真正常的啊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我无想要破坏你的家庭。看即马，我的心肝有偌艰苦，你知影无？我甘愿为你付出我家己的性命，我嘛无愿意看到你受伤啊！玉芬，你唔通哭啦！像我这种人，伫外口甲人做生意，难免会得失人甲人结怨，要治我性命的人真多，所以这件代志无一定是伊倒上做啊。但是，我足惊，较早种悲惨的代志若是搁发生，我一定无法度搁承受。袂啦，绝对袂啦！为着要甲你斗阵，我一定好好保守我家己的性命。即摆游客已经返去日本了，只有金万山会阻碍咱斗阵。只要我甲资金抽走，我相信高宝集团就会随倒。天星，你敢会用暂时莫抽走资金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敢讲你对金万山阁有留恋？你误会我的意思啊啦！我是看你受伤，唔甘要你安尼操劳啊。搁再讲，阮金阳才拄好精神难尔，我即马若是我走就走，我惊伊袂堪来这个打击。好啦，我就答应你。甲高宝集团资金抽走的代志，我就暂时按下。天生，多谢你。要不你嘛要答应我，要定定来看我。这着你反负心。其实，我嘛伫拢希望安尼陪伴在你的身躯边，一直照顾你啊。我就知影，有你伫我的身躯边，一切我就放心。天健，什么代志是？你搁去甲我定生啊？丈母啊，是毋是我这个囝婿无够友好呢？还是我对伊做了无好，互你无满意？那我啥都要答应金华甲房子强婚事啊？一个查某囝配两个囝婿，敢讲你毋惊我受刺激？你有气笑啊？林健啊，你先莫生气啦。英国踮要结婚嘛是临时的啊，我根本就唔知影。你若唔信吼，我会用个手抓。唔免啦，我无想要听你讲。我问你，你想要安怎补救，互我满意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互金瓜甲志强婚孙办袂成，安尼会用无？你上好哦，是莫凊彩应付，上好紧我看到结果。若无，我都唔那是嬉笑这么简单啊！你要听说金月甲彭志强，啊，甲金月嫁互江明正迄个小的。我哪可能甲阮金月送肉入虎口？特别，我若听到江平静迄个小的叫我一声丈母的时阵，
我规身躯鸡母皮拢咸要压起来啊！毋过我即摆有弱点，互伊落个手头的啊，只好暂时听伊话去做啊。你毋是讲因两个感情真好，啊有一个为美国倒转来，条件真好的李统，做伊第三者嘛无法度应用着。我看要阻止因结婚是真困难。讲金庸这当啊精神啊，伊甲丁心的感情，应该是袂堪咧第三者介入考验，尤其是这个第三者，是阮金庸上好的兄弟彭志强。但迄丁心嘛甲彭志强，早就闹出丑闻啦。我若好我利用这点，毋但会当顺利甲丁心嘛这个廖白啊，赶离开阮金庸的身躯边。还阁会通应付甘明静，爱我甲金外甲志强分开的这个要求。我看咱安包场所有姊妹啊，你的头脑上介好，莫怪你这么早就找一个一世人拢食袂空的金满山。欸妈，是咧看到咱来入时，你咧看迄贴无？是啊妈，啊你转来拄好，你甲我倒看卖啊，看这贴仔哦，敢有好看？欸妈，你看，这张有好无？袂歹。金庸，你才拄好精神啊，娘呢？你需要好好休困，咱就喊你急要结婚。妈，我袂呢，我等落去啊啦。我再讲哦，我伫出代志之前，我就已经决定哦，要甲先来求婚。我即摆只是哦，甲做一半的代志哦，完成尔啦。时间啊，是应该要记做代志的呢。搁再讲啦，你做代志到即摆已经有一段日子啊，啊你敢无想要知影？这段时间内底是卖做过啥物代志先？唔免问也知影啦。伊一直逐工哦，头个白床，甲我讲话，替我福建。伊希望我早一天会当试过啦。妈妈知影就甲伊心爱的啦，也毋过结婚是人生大事，我希望你搁详细考虑看卖，较免后摆后悔哦。后悔？妈，我早已经认定，是爱是我这世人唯一想要娶的人，我绝对袂后悔啦。是讲妈，你到底想要甲我讲啥？有一寡代志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才好。我嘛是惊甲你讲了后，你会怪我啦，无信任心爱，啊嘛会怪我误会你上好的兄弟彭志强啦。煞煞去啦，当作妈妈啥物拢无讲过。这甲志强有啥物关系啊？我一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和阮在一起。结果一定是志强的心愿，伊哪有可能伫比赛前暗啉烧酒醉？这哪有可能呢？一个是我心爱的查某，一个是我结拜兄弟，伊无可能伫我昏迷不治的时阵，做出这款袂见效的代志，安尼反袂我，绝对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
金明，是吧？金明，你免烦恼啦。你看，你可能弄到遮尔啊严重，拢会当清醒过来啊。这可见你的身体真勇，绝对袂有代志。是嘛？假使检查出来，我的身体也是有问题，敢讲你阁愿意跟我结婚？你昏迷不醒倒在病床的时阵，我拢无想过要离开你啊，何况是即马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？你嘛对我真好啊，而且你这么温柔、体贴又阁专情，那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人会当甲你比啊？那你志强呢？假如志强甲我两个人，你要选倒一个？我是你的未婚妻，志强是你的兄弟，哪有人安尼问的啊？是吗？假如志强不是我的兄弟，你若阁安学袂乱问，我真是要生气啊！是啊，你莫生气啊，我袂阁有白问啊。好啦，虽然讲你拄则是学白问的，啊，不过我也是认真的回答你。你听清楚，在我心肝内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，无任何人会当甲你比的，就算志强嘛同款。是啊，我就知影，你袂反背我，你绝对袂反背我的。你讲啥？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我无应该怀疑你，以后我袂阁问你这问题啊。报告应出来。医生。麦生，即摆结果安怎啊？一切正常啦，恭喜你，你能够转救着啊。是咪？我都会拍球啊！麦生，我袂惊嘞。医生，歹势啦，多谢你哦。阿生啊，你即马陪我去救着，我就是要投球的。好啊。我这个可爱哦，小见识的，什么叫做头部黄金组合啊？哎，哇！金明啊，你先讲算笑晓啦！我的手吼就足久啊咧，足思念你的快速球哦，接落去到地吼，会安尼麻麻迄个感觉。搁一摆吼！我是安怎，哪会差遮济？哎，阿爸，来。球这么软，一点仔力都无。这是金明投球速度，无可能这么慢啊！已经真久无投球啊，就男生尔，但你会知厉害。心爱，你敢真正听到医生讲，阮个脚手筋无问题啊？是啊。那金明就是想要赶紧让大家知影这个好消息，才会伫遮为病赶过来。啊无，咱做伙甲你哥哥加油。金明，哥，加油！大家拢在看我的表现，我绝对袂咧落开。
你伫病倒几个月，才拄我精神尔。先生一个，甲练球还袂慢，啊？是呢，我金苗，莫有家己伤大压力。阮大家拢知你即摆情形，你总是爱互你家己加一寡时间慢慢来。哥，你是毋通受勉强呢？我知啊。对啦，金苗啊，就算讲你暂时袂当投球哦，嘛还有汤姆弟的啊，你先休一下。No problem， 先辈，你得安心养病，我袂互你含大人失望。恁大家唔免替我烦恼啦，但唔免几工哦，我就咧完全恢复正常啊啦。到时阵哦，连志强哦，嘛免孝顺拍着我的球。我的手哪血拢无了，我皮皮错。我一定分在一起，我一定分在一起。上足久啊咧，足思念你的快速球哦，咱接落去到底吼，会安尼麻麻迄个感觉。 我敢若投几粒球，手哪会皮皮抓？刚刚是我这个手出问题。经过详细检验结果，指配你投球的正手的脑部运动神经受到损伤，恐惊你以后袂用再投球啊！无可能吧？莫是，我的手甲较早同款，无改变的。 你所受的伤哦是无介严重啦，绝对袂去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，只是袂使甲较早同款做一级的投手啊。若是讲你勉强出来去投球，你只手就会废掉，变成残废。莫会说啊！你敢知影？你即摆安尼甲我讲，就等于是宣布我死刑。金先生，我嘛感觉真遗憾，要毋过请你一定要冷静。棒球是我的生命，假使你即摆甲我讲。 我为即摆开始，我都投球，我甘愿继续昏迷不醒，我无爱接受再残你的事情。我甘愿做第10人，
我袂，做一我都投球费哩。你若无拍球，还阁有真侪代志会当做啊。无拍球就失去生命意义。我袂放弃棒球，我的手袂反袂活。麦叔，一定是你甲人报告错误。我即摆要转去球场，我要替国母队还你4连霸。我会拍你去奥运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你是错误的。我讲了，绝对做得到。袂歹哦，汤姆的球速已经破金牛纪录啊哦。汤，恭喜你哦！我看即摆少年杯的投手，无人是你的对手哦。多谢啦。不过我有一个所在，爱甲金融学，希望有一天咱甲伊同款。照你进步的速度哦，免偌久哦，就甲金融掠过啊！来。志强，歹势，我袂当完成咱的梦。金淼，金淼，你牵几粒啊？哪个无吼？我汤姆小学者，来啊，来啦！金淼，最后一练球啊，我陪你暖身。金淼，我等你的指甲已经等真久啊，有你的指导，我得让早一天对着你的脚步。凭你投球的资历，你有啥物资格甲我比啊？即马袂用了，不过我的心愿是早一天会当超过你。恁这新生代的球员敢勇敢有能力，都还袂甲我比，就是要超过我。啊，够有啦！金庸是你第一叫嚣，你眼中敢有这先歹？金淼，火气莫遮尔大啦，他们两真尊重你。那你意思是讲我无度量，袂干你伊投标较好些？看无这意思。先輩，較所以講話有得罪你，哪你個你賠死咧 ？Sorry。唔免啦，你今日想安怎啦？哎呀，金明啊，大拢只容易看到你。好啦，等下练球啦，啊！我无想要甲这款哦，无大无细人做伙练球。金淼，你若使性地啦，人汤姆嘛甲你赔死咧啊！你甲一个可爱你受去，安尼敢唔对？就算你看伊袂爽啦，你就加减几粒啊，互伊鼻芳者，知影你的厉害啊，对无？我有兴趣啦。金淼，我带你重新倒来球场，这时间期待真久啊！我想要我看你投的哪个波？金淼，你想过？金淼，还是想啊？金淼，这个。我根本今仔心情无好，莫甲勉强啊。我的部分已经完成，线来看你。上个上个季，竟然有关我未婚妻。唔对，迄唔是事实。你所来的人，抢走我心爱的人，你搞在为伊。你讲听我清楚，为今日开始，山无高水无流。我等一天已经真久，今麦连本带利行李。我跟你讲，你搁起脚动手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我等你来讲。